第三點就係出門嘅時候要重點保暖頭、頸、腳3個部位。喺室內入面可以着一件貼身嘅保暖內衣，再搭一件厚度啱啱好嘅外套，避免因為室內外嘅溫差大，導致熱量快速流失啦。本欄目係由中山市科學技術協會支持播出。中山市科學技術協會提你，大家多啲關注科普，更多科普活動請關注科普中山微信公眾號。現在為你報時，而家嘅時間係下午6點。FM 88.8，中山廣播電視台環保旅遊之聲，環保旅遊之聲。出境留學旅遊，選中國銀行就對了。外幣兌換、跨境匯款、存款證明、代理見證開戶、外幣信用卡，為您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務。